同你講個故事 ，Leap Motor 領頭喺馬來西亞即將誕生係第二款車，亦都係 Leap Motor B10。所以有人中意 C， 都有人會中意 B 嘅。呢部就係 B10。B10 咧係一部 C segment 嘅 SUV，架車睇落係非常之豪華、好睇嘅。後邊有冇覺得似咩車咧？唔理似咩車，總之好好睇啦。所以佢嘅燈管係咁嘅，有支果斷下咁，所以睇落係好 sporty。跟住呢個開，呢度係嘅 DC charger， 30到80%嘅話，至少20分鐘嘅啫。隱藏式嘅門把，到入邊嘅室設計係好型咁嘅。簡潔風啦，所以呢邊係開門嘅 tap 呢邊，你冇多呢個係個 ring。呢一部咧叫做 Dawn Purple 紫色。B10， 再睇一睇佢嘅價錢。我再重申多一次，佢嘅價錢 launch promo high spec 109，low spec 99,800嘅啫，就係呢兩部啦。好，睇入邊後座，後座空間係最重要啦。呢邊有一個10G Type A。大天窗，呢個天窗係同級中最大嘅，去到旁邊呢度，好大位，1.8米，做簡潔風。天窗就喺呢度撳㗎啦，打開之後，空間係啱好啦。接平之後咧，個位就好大，空間會好闊嘅，佢撳就可以閂。滿充可以去到434個 km， 所以從 KL 去到便拎一個 charge 係冇問題嘅。只不過你到咗便拎之後，你就要揾地方嚟 charge 電啦。咁呢部車咧，如果你係30%先，你仲再 charge 翻到80%先嘅話咧，係居20分鐘嘅啫，非常之好睇，好簡潔，好簡單。